面对极端气候，市府除了持续推动治水，如何让市民在第一时间掌握积水引水状况，提供灾害应变能力，嘛开发水情即时通 App， 目前已经有12万外下载人次，嘛借此加强社区自主防灾能力。不过面对雨期特别高，议员应该大力进一步要求建议细胞改善的发送议案。因为对去年到大水利局拢无进度，让议员相当不满。去年2024年的10月9号，你水利局业务询答，你答应的事情，到现在5月9号，6个月，你有告诉我任何事情吗？像里长啊，或者是说比较重要防灾干部自主社区的部分，大概都会有简讯来发布啦，让这些人员能够。我刚刚黄科长回答是另外一件事情，我可不可以把你们这个行为解释成你们根本毫无进度？这个我们在改进了。第一时间，因为科长无掌握问题答复，让议员认定水利局无重视该案。对此，局长嘛坦诚疏实，表达1个月内会做出回应。不过会后，水利局表示，该细胞感性系统已经甲商局合作，会针对林地甲影空外容易引水的小区域来试办，避免大规模发送，会引发无必要的恐慌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